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阿金。120年前，台湾的防疫观念，甲咱现主时对武汉肺炎的防疫观念有啥物无同？120年前，台湾的公共卫生系统也是伫一个蛮荒的状态，鸟鼠病四界传，病死几若千人。咱今仔日的主角高木有基，就是伫这个紧急的状况之下，互任命到台湾做防疫的工课。伊伫台湾28年，无论是培育英才的台大医学院，刊行100多年的台湾医治，也是启蒙文化的台湾文化协会，甚至是日月潭发电厂等等，拢和伊有真深的因缘。你讲过，我来听。这集要讲的是台湾公共卫生之父塔卡吉托摩的高木有基。大家好，我是李振兴，真欢喜大家来收听你讲过我来听。伫每礼拜拜二，咱要收听台湾人的故事。这礼拜咱来讲一位日本人高木有基，伊是台湾的医学卫生之父。塔卡吉托摩耶，塔卡吉托摩耶是出世伫福岛县的磐城市。1885年伫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读册时，识到后藤新平，两人个性真密，讲话阁真投机。有时两人讲话会讲甲袂记得食饭去。毕业后，高木要去鹿儿岛甲福井的病院做过院长。1893年，好友后藤新平伫相马事件中冤枉的被关。高木去读后藤的工作课，入去北里传染病研究所担任所长北里叉三郎的助手，而且伊学到真侪传染病的知识。伫后藤日晚的时间，伊替后藤照顾因厝里的人。1894年日清战争的时，日本的军用船伫青港染着科勒拉的病，高木奉命成立陆军临时检疫所，防止病毒探入来日本。伊嘛制作血清来治疗病患，这是世界第一摆有人用血清来治病的实例。1897年，伊去德国的传染病研究所和 Robert Koch 学习2年的传染病医疗。伫遐，伊熟悉到德国的名门家庭的千金绿露小姐。伫德国的期间，伊捌去巴西参加花柳病预防会议，甲柏林的万国复结核会议。这年原配夫人不幸的过身，高木有基就娶德国的绿露小姐为妻。1900年返来到日本了后，被任命为卫生局防疫科长兼试验室的主任。这的种种的训练，就敢若是特别为着台湾的防疫安排的。1901年，台湾鼠疫大流行，病死了3600多人，连台北撇病院的院长和出名的艺团玉露小姐，嘛是得着鼠疫过身去的。迄时得着鼠疫患者80%是死去的。好友后藤新平，当时是台湾总统府的民政厅长，伊就去日本讨救兵，请高木有基来台湾协助消灭鼠疫。高木有基一方面捕杀鸟鼠，一方面设立卫生警察，用公权力来加强环境卫生，
减少家走的数量。家走就是刺激流行的源头。另外，派台湾医学生去日本参访，见识日本的防疫方法，并且追溯全民的刺激预防注射。我伫港口成立检验所，防止全国的船只甲刺激科勒拉的病毒传入来到台湾。后田新平佫建设地上的自来水系统，甲地下排污水的下水道，伫多方面的测试之下，经过17年的时间，这家企业降到18人尔。企业甲科勒拉都伫台湾渐渐消失去。民政长官后田新平甲大部分的医疗工作，拢交高木有基来执行。高木是卫生科长、防疫科长，且是为台湾支部副部长、地方病甲传染病调查委员。伊是台湾医疗事务的负责人。高木有基的行事作风有4项铁原则：第一，无用亲人；第二，容纳不同的意见；第三，朴实；第四，宽待他人。伊有2年的德国生活经验，伫夫人的陆路女士的影响，伊嘛有欧洲自由思想的做事风格。1907年，高木有基被任命为台湾总统府学校的校长。伊每礼拜拢会亲身授课生理卫生甲伦理修身的课程，这对学生是活的学问，培养出真侪品行优秀的学生。1912年，学生蒋渭水、王准明、杜聪明将士抗日运动，总统府要去学园抓人，去予高木校长以教育独立、学园自治的理由，反对总统府入学抓人。校长无禁止学生讲母语，甚至是鼓励学生爱接触台湾的文化。大弟子杜聪明讲，先生是一位人格崇高、知识广泛的学者。15年来的毕业训词，是以为伊进前爱生为人的精神指导。学生毕业了后，先生会去职业的现场关心学生的工作状况，享受学生伫医界的成就。听到这，听众朋友是毋是感觉伊的成就已经足悬啊？毋过这也阁无够真棒，伊竟然伫60外岁的时阵，阁为医学唤起完全无同款的领域，替台湾的现代化甲经济发展建立了真重要的电力基础。请继续来听高木有基、塔卡伊托莫的先生的故事。伊创立台湾医学会，发行台湾医学会杂志，和医界有发表研究成果、交换医疗知识的机会。杂志内容嘛有医学伦理、实验成果、医师法令、人事变更等。这本杂志发行到今已经116年啊，也搁伫咧发行中。对医疗学术有真大的贡献。伊除了伫台湾总统府医学校的做校长以外，伊阁参考德国的制度，伫1909年成立总统府研究所，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准。内面有法部、卫生部、小狗病预防社等的研究。1921年。研究所再扩大组织，统合了农业、糖业、林业、园艺等试验所，改称为中央研究所。由1913年得到文部省颁发
医学博士学位的高木佑基担任创所所长。这个中央研究所的创立意义重大，在高木博士顶真的领导之下，快速的提升了台湾的现代化。1919年的台湾经济开始发展啊，糖厂、樟脑厂工厂拢需要大量的电力。明朝袁义龙总统请高木博士退出文官体系，转任日月潭电气工程的发展计划，并且成立台湾电力知识会社，由高木博士为创社社长。在10年的努力之下，整体用量成长285%，年度发电量成长315%，充足的电力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而且特别爱讲的是，1921年高木社长去参加医学学生蒋渭水等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大会，上主要原因是恐惊日本警察会去成立大会扰乱。伊和第3任的医学校长屈来处雄去成立大会遐坐镇，就是要保护台湾文化协会会当顺利的成立。1929年7月，日本政府的政党换人啊，伊自愿的为台电退休，予新的政府较好安排人事。另外的原因是好友后藤新平伫东京过身去啊，伊失去了伫政界做伙奋斗的战友，无心搁再留伫战场啊。等到东京了后，每日新闻的记者问在台湾28年的高木博士讲，为何伫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原声哪会比土生的台湾人素质较差呢？高木回答讲，原因就是伫台湾的日本父母看无目地台湾人。连第2代嘛有天生的优越感，无要认同本土文化，自命清高的结果，就是原生变成做无竞争力的戆人。伊人生最后的政治舞台是接任后藤新平做台湾俱乐部的副会长，会当继续的关心台湾。伊讲，不管别人对我的评价是好是歹，若准我还剩一束是的，若准我还剩一束气势，我拢会替迄粒岛事拍拼的。日本政府肯定高木佑基博士对台湾医疗卫生的贡献，颁发予伊正3位勋章。医学院的学生赖和、杜聪明、李定元等，嘛拢会去东京探望校长。1949年，国民党战败来台，实行去日本化运动。台大医学院前的高木佑基校长和第1任的细菌专家山口秀高校长的代理照相，去互破坏去。改菜上介绍的当上，加在去互杜聪明甲代理照收留起来，藏伫伊的大汉后生的厝里。2008年，台大医学院才甲代理照相处回，再度采起来伫医学院前。高木佑基博士对台湾有真深的感情。伊不管是伫医学领域内，也是伫总统府中央研究所里，伊拢是以台湾本土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题。
平淡朴实的高木有机，用伊优雅的人格、高深的学识，甲政治家的手腕，推测出正好成绩的台湾医疗卫生。2年的德国经验，伊体会到科学的研究，爱配合着民主自由的环境，才有法度顺序的进行。伊无为而治的领导风格，自由的，互中央研究所的研究员充分的发挥因的才能，互台湾的学术研究有真可观的成就。多谢各位的收听，咱后礼拜拜二才过来坐。台湾医学卫生之父高木有基读卡伊托莫的先生的故事，由李振兴老师讲过，萧如官写作台文，杜好洲李以如校对，洪伟霆写钢琴配乐嘛讲预告，林基金读 Instagram 的日卡，陈湘阳、吴玉金、郭明华是这集的编辑，周建佑是执行长，我是制作人辛武平。听故事的时，若是有听无清楚的所在，请你找阮的网站台语 story.com， 内底有文稿通对咧看。搁较方便的是，即马伫 YouTube 嘛会使听阮的故事，请会记得甲字幕拍开。过来，阮的面册有上新的消息 ，Twitter 用英语介绍故事 ，Instagram 有字卡通学新词。这网链拢会当伫 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 下卡找到。后礼拜咱要来讲台湾议会运动之父林献堂的故事，多谢你的收听，咱后礼拜线顶再相会。